問你啊，嗱，禮拜三跑9場賽事啦，嗱，問題馬咧又出啦喎，究竟大家買好唔買好咧？馬旁手足亦都有嘢講，我亦都會有一膽三腳咧推介俾大家嘅。另外啦，咁啊打比咧越嚟越近啦，而由打比引申嘅話題亦都非常之多，但係其中有個騎師咧就不能不提嘅，究竟係邊個？咁啊有啲朋友會知，但係咧我喺呢度咧亦都會再同大家講嘅。咁啊另外啦，無論你係舊會員好、新會員好啦嚇，記住加你個新 WhatsApp，因為咧即場咧我哋都會有啲資訊咧分享俾大家嘅。嗱，打比嘅話題咧，不外乎咧潘頓啊最新有坐騎啦，就因為麥道朗又話機位嘅問題啦。咁啊潘頓本身咧禮拜六咧要跑金拖鞋啊，又係機位嘅問題翻唔切嚟啦，所以咁啊兩位咧就兩個都唔喐啦。麥道朗本身咧就要騎另一隻紫荊啊，就交咗俾潘頓。潘頓咧亦都咧禮尚往來啦，金拖鞋咁啊亦都去唔到啦咁啊。麥道朗咧亦都講啦，如果潘頓贏到咧，要請佢食飯。咁但係呢個話題咧就今日唔係呢個，而係最重要係楊明倫。楊明倫咧今年咧竟然咧有隻至尊高超跑，而咧佢咧獲知咧騎至尊高超之後咧開心亦都有啲感慨。點解咧？我哋先睇睇阿楊明倫之前講乜啦。嗱，楊明倫接受訪問咧，其實咧都講過啦，佢曾經經歷即係一個高山亦都低谷啦。咁啊試過諗過掛靴嘅。咁因為大家成日聽楊明倫一定諗起佢沙拉啲情事啊。但係呢度都不提也罷啦。愛情呢啲嘢離離合合，唔係結婚就係分手祝佢有下一個好啲嘅啦，就梗係咁樣噶啦，係咪先？嗱，不過喺事業上咧，楊明倫咧都有講過啦，其實前幾季咧都有諗過咧，就揾一個叫策騎員嘅工作。喂，點解咧佢會本身喺個盛年而走去要揾策騎員咧？其實喺楊明倫嘅角度嚟講咧，你可以讚佢，都可以話為日後嘅戶口啊或者係前途作打算。佢都講啦，揾過幾個練馬師啦，究竟咧有冇策騎員？其實你見到佢咧都係好努力去揾嘢，但係問題咧近年啦，咁其實我都知道啦，尤其是希斯翻嚟咧，對佢嘅影響力都好大，因為始終希斯都係佢師公啊。點解講佢師公咧？不提嘅師傅。嗱，其實咧楊明倫咧講真咧，佢就唔係話咁好運嘅。咁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啦，佢師傅利爾達。咁啊，李爾達咧就係咧本身咧就喺1995年咧就跟阿大衛希斯做副練啦，跟住咧就2004年升正嘅，但係咧期間咧嗰10幾年入面咧，因為有3次唔合格嘅關係啦，咁喺咧呢個咧2017年咧18年咧就完咗嗰個最後個馬季啦，最後佢總共就贏咗349場，係嘛？咁要知道啦，楊明倫做得個徒弟，因為師傅基本上咧長期個成績咧，佢最叻嗰年咧都係第5，但係咧之後咧第2、第3號已經係8、9，跟住全部10幾喺下游度爭嚇。咁當然咁啲下游部隊嘅練馬師唔代表個騎唔好，但係運勢就肯定唔好啦。所以連帶咧阿楊明倫咧嗰個成績咧都唔係話十分之突出，但係咧我睇得出咧楊明倫咧嗰個騎功我相信咧有好多朋友都覺得係幾好嘅。咁只不過係咧有冇好嘅坐騎，佢都講啦，好多隻咁耐以嚟有啲馬主之前始終都有少少優質嘅坐騎。咁佢咧今次咧真係最感慨係咩咧？竟然蔡約翰喺沙圈走過去問佢就問阿楊明倫，喂，你策騎邊匹馬參加打比？咁當然咧呢個禮貌上嘅問嘅就唔係話蔡約翰串楊明倫啦。咁佢阿楊明倫就講啦，佢話當然冇啦。咁蔡約翰就話好啦。咁佢叫阿楊明倫咧就騎我哋嗰隻馬啦佢話呢匹咧至尊高超咧就有至尊高超有機會入選嘅。咁名單好咧就之後咧確定佢竟然真係好，即係應該都好感動。我聽啲記者都講嘅有個咁咧佢話咧因為咧至尊高超咧曾經咧喺從化試過2個集，佢都提佢當然就唔及艾杜拿熟悉啦即係楊明倫咧其實都幾謙下嘅。喺呢度咧，其實咧見到咧阿楊明倫咧去到呢個位置，尤其是之前毛顯東都策騎首匹馬啦參戰咧日級賽啦，咁好多朋友都話題。咁今次楊明倫咧有機會咧出戰打比，而且咧呢個至尊高超咧，你夠唔夠膽話唔得咧？真係唔知，因為大家都唔知佢長力
有幾多？我亦都講咗，至尊高超長期咧喺三班孭住嘅135磅擲住咗佢咧，究竟佢實力咧去到邊度咧？我覺得咧，大家唔好忽視呢隻馬。如果係嗰啲3、4重彩都要拖得住，因為始終呢匹馬咧，佢係咧因為個磅位影響咗個進度。如果佢係可能係120幾磅咧，我相信佢上咗2班野馬都唔奇啦。但係只不過咧，佢長期135磅咧擲住咗咧喺3班嚇，經常性咧就跑個位置啊。楊明倫竟然得到呢隻馬，咁當然啦，成敗即係得失都唔係太重要，最緊要有機會參與。而佢最感動就係馬主支持同埋蔡約翰支持佢啦。好希望楊明倫日後咧繼續努力啊，爭取最好嘅成績。嗱，今日咧一膽三腳推介咧就喺第6場啦，4班1100米。嗱，呢啲長馬咧，其實咧大家個焦點咧都放咗喺咧3號長勝將軍，因為咧長勝將軍咧上一次轉咗廖康銘咧喺2200米咧輕勝2個馬位，咁啊當然啦，今次機會咧大啦，轉倉加上上次輕勝嗱，但係大家要留意啊，佢係縮程400米咧跑呢個咧就係1800米嘅，即係縮程。當然，咁呢個縮程咧就冇話沙田咧咁嚴重嘅，但係咧，我覺得咧長勝將軍始終都係有隱憂。另一方面，呢場1800米咧又唔係屬於太快，即係快嘅步速啦。例如前面可能有進城區放頭啦，又或者係9號嘅龍船快咧就放頭啦。但係我始終覺得咧呢場馬咧長勝將軍，大家一定要臨場睇飛數。如果佢係熱透嘅，可能好似上次咁2.0幾倍咧，信心咧就幾好嘅。但係咧有隻問題馬，大家不能忽視嘅就係4號盈妙星。盈妙星咁啊，就喺咧呢個咧2月4號嗰場馬咧408場次，相信大家都知道啦。佢嘅跑法啦，潘頓本身有機會拉翻隻馬落內欄，問都冇問嘅。上一仗啊，潘頓再出跑1800米，喂都入位嗱。但係咧講俾大家聽咧，其實幕後咧嗰場咧係唔係好有信心嘅。而咧馬房手足都講啦，上一仗咧潘頓係冇盡力騎，都跑過第3。如果大家咧有睇咧嗰條片嘅話咧，潘頓上次第3咧，佢右手咧係側住嗰陣成，並非話係搏殺嗰隻推騎嚟嘅。即係總之係右手就側住嗰陣成推，左手打邊，隻馬有反應自己走上嚟嘅啫。即係講俾大家聽，上一次嘅第3咧，最多都係8成零嘅實力嚟嘅咋，最起碼仲有1成零咧未發揮得出嘅。所以呢匹盈妙星咧，今次機會如何？嗱，馬房手足都講咧，隻馬食料充足，做足功夫，揾咗希威森過咗2檔，都冇乜話點樣快調係夠嘅。今次雖然排個8檔咧就比較尷尬，但係咧佢話咧預計咧臨場有一個叫做幾好嘅分頭。嗱，其實唔一定要睇，聽阿馬房手都講，其實就咁睇嘅話咧，盈妙星跑谷草啦，就肯定係好嘅。因為咧佢又並非爆炸力驚人嘅馬，但係上一次都可以咁樣後上咧，證明狀態係非常之好。尤其是咧呢匹馬咧，亦都係留一段啦。嗱，今次嚟講咧，我估計咧擺得希威森都唔會話留到最後嘅，可能咧擺翻喺前少少。如果佢食到熱烈嘅話咧，大家留意1月18號嗰場沙田千六米咧，呢一隻盈妙星咧排14檔咧都可以跑到第3咧，14倍落到6.3倍，輸俾嗰兩隻係細水長流同黃金騎士。呢一隻就4班上福馬，一隻3班都贏咗馬，嗰個即係質素去到邊咧？所以咧盈妙星今次咧嗱家嘢咧，佢而家咧就大概9點幾倍咧，係半爛分頭噶，所以咧馬膽就取佢。當然啦，第一隻配腳咧就要翻3號長勝將軍啦。呢隻馬上一次咁樣跑法，你唔做膽咧，都應該要拖翻做配腳。另外啦，嗰兩隻係咩咧？第一隻咧就要翻咧2號嘅大千氣象，大千氣象前一仗黃志雲跑第2，輸要頸位俾創科群英。其實見到大千氣象咧，現階段跑1800米應該好過1650嘅，尤其是呢匹馬又係唔怕蝕位嘅，排外檔更加之好。潘頓亦都有過檔。呢隻馬咧今次排過9檔咧，咁啊上一次咧佢跑谷水1650都見到咧。如果遇上一啲咧不理追嘅場合咧，1650咧係好難追，1800米應該較為好追。今次咧佢都係易跌㗎啦嚇，睇下巴道嗰種流放功夫啦，因為大家知道啦，巴道咧係善於咧即係感覺個步速嚇，騎啲突圍嘅跑法㗎，所以呢個大千氣象咧絕對冇睇少，因為咧呢匹馬咧應該係用呢隻跑法。
最後一隻配腳亦都用一隻咧大概9點幾倍嘅，咁因為頭先大支氣象都成10幾倍㗎，麥麥鬆係9點幾倍嘅。嗱，上一次麥麥送咧就跑沙田跑第4啦，但係咧其實見到佢谷數1800米會比較合適，因為麥麥送咧佢挨近都1150幾磅，屬於中長途馬較為大體型。嗱，雞馬嚟講咧，佢略大均速嘅。上一次文文堅跑第4啦，應該熟習咗隻馬噶啦。今次亦都係文文堅跑，加上咧谷數1800米咧，麥道朗贏嗰場咧贏家世奇巴多利神區啦，見到隻馬咧蝕住都贏到嘅，應該咧呢個53分仲有分數喺手，所以咧麥麥送咧都值得拖一注嚇。如果呢隻搭盈妙星，又或者大仙李將搭盈妙星咧，咁就好分頭啦。嗱，希望我呢條片幫到大家手啊！